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詩篇第117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萬國萬民頌讚神誠實，施愛永延伸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們。今天讀詩篇第117篇。萬國啊，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；萬民啊，你們都當頌讚他，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。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17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萬國萬民頌讚神誠實，施愛永延伸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，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萬國萬民頌讚神誠實，施愛永延伸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15篇，神是唯一的靠以隨己意行賜福子。第116篇，神聽懇求救我命，感謝為祭讚主名。第117篇，萬國萬民頌讚神誠實，施愛永延伸。想一想，為何萬國萬民都要頌讚神呢？